来讲金门金城高中进前发生健康教育的考试题目用词真无妥当，牵涉性别的争议。这站学校建议表示讲，甲出这道题目的老师改评，袂使搁做教师适当。好，校园性别争议真多，立法院今日就召开公听会，针对校园性别案件的调查。专家学者就建议讲，调查人员伊的专业能力要有态度的机制，建议主管机关公告无适任的调查人员，避免学校去用到，造成一寡性别意识根本无够，也是讲知影法规煞无清楚，教学现场是啥物状况的人员，进入调查小组来影响调查结果。金门县的金城高中伫这份传说健康教育的课题涉及文理不当、性别争议，学校理讲，教师评审委员会决议，将出题的老师改聘，4年袂当聘任做教师。目前该校已经于上个月召开教评会议，将其解聘，而且4年内不得担任教育人员。性别平等教育法已经实施20年，不过校园性别争议依然真多。那金城高中、明传大学也有文官涉及性别文书，甲大学以后性别案有涉密的问题。立法院开公听会，针对性别案件有关调查人员专业的认定加态度机制，建议主管机关公告无适任的调查人员，避免学校误行，也个推上汇流演习，了解详细的法规。我们的主管机关是不是有定期的去检视我们的人才库？这一些被移除的人有没有公告？然后有没有告知这一个当事人本身？何美伦观察到，无做好保密的人，定定不是处理事件的人，而是校内其他的人。以后修法就会扩大保密原则的适用范围，和教职员工了解保密的义务。其实现在保密义务我们都觉得有点模糊，像是委员跟相关人常游走在灰色地带，有人任意对外谈论案情，造成当事人的2度伤害。那另一方面，也有人可能会用保密当封口令，压制整个当事人跟社会的讨论。参与人员一定受性平法的一个约束。那至于其他的人员，他在面对这种性平案件去做一些不当的传播，当然自然会有各执法跟一些相关民刑事的责任。自准将讲，教育部有定期检查调查人员的人才库，3年内爱定期会流训练，5年内爱参加调查，每年检核2遍，若无符合就提掉。若保密的责任，将会定指引或者是参考资料，向教职员甲学生宣导保密的责任义务，避免触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